这栋2层楼高的巴洛克式建筑，就是1900年当时首长的官邸，嘛是1923年日本皇太子来府城天困的行馆。该市电古迹经过活化修复，2020年委外以知识馆伫生活馆来经营。去年底，台南精英酒店嘛跨界合作，成为热门观光美食景点。今年拄好是1923年台湾兴起100周年，该饭店特别以大井浪漫为背景，推出复古的大井3段洋式顶菜色，等待你来品尝。大正那时候引进西化的食物叫大正3大洋食，其实我们在台湾蛮常食用的，有可乐饼、炸猪排饭，跟还有一项是咖喱饭，这3项是3大洋食。OK， 好，那刚好我们茶会啊，就是台南基因的这个茶会这个品牌，来到知识官邸啊。一起来经营这个空间，我们做餐饮的部分，那我们就决定就是说，那就去凸显这段历史 ，OK， 所以就定位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茶会就会转身成为就是日式的餐酒馆。那这个餐酒馆的话，当然我们的一些饮料的一个设计都会跟这些历史啦，或是元素有一些关联性。那提供的食物呢，就是会以所谓的之前的这个洋食为主哈。饭店配合100年大井的时间点，今年4月嘛正式将这转型做日本式的餐酒馆，将调酒用于时间风味甲在地文化。参照这杯加入威士忌加梅酒的，得好名皇太子微醺咖啡。在国外有 Noma， 他们很致力于发酵的产品，在融入在饮食当中。其实这个是对于一家店的类别的特色元素哦，因为每家店它所制作出来的发酵物或者是一个独创性的产品，它都代表了一家店的风格。那我们想说，既然知识官邸有那么长的一个历史，那我们就把这种需要时间去慢慢养成、去熟成的一个产品融入到我们的元素里面，然后也放了很多像茶或者是像一些在地的一些元素放到我们的台南知识官邸这边的一个饮品里面。台南真难得的古迹酒吧，为了满足消费者对4月嘛延长营业时间到暗时12点，和平日到暗暝拢会当轻松一下。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